近年来，中国当局不断加强在东突厥斯坦的系统性镇压和同化，同时摧毁有几百年历史的古清真寺。据克里米亚新闻社报道，东突厥斯坦阿戈陶县贾马尔特里克乡一座大清真寺遭当局拆除，该地区多座历史清真寺遭中国政府大规模破坏。此外，许多清真寺已被锁上，不允许朝拜，只有当中外游客来访时才会开放。据透露，其中一些清真寺已变成酒吧，成为中国游客的活动中心。中国政府自2016年以来，在东突厥斯坦摧毁或部分拆除至少31座清真寺及2个维吾尔圣址。专家认为，这些证据显示，损坏具文化和宗教意义的清真寺是中国政府打压维吾尔文化的政策之一。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最近在其官方网站宣布，2020年库尔勒市面向社会公开招聘2000名编制外边民警务站工作人员，同时阡陌县招聘320名编制外边民警务站工作人员。报道指出，自中共政权于2017年对维吾尔人发起广泛的任意逮捕以来，该地区的警察队伍在不断扩大。资料显示，2016年当局在东突厥斯坦雇佣了9万多名民警和协警，但这一数字正在逐渐增加。5月5日是维吾尔族的国际花帽节，是新入列的一个节日。海外维吾尔人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贺信和图片，以庆祝国际花帽节。维吾尔族佩戴花帽的传统已有几百年的历史。维吾尔无论男女老幼，几乎都戴一项精致漂亮的丝绫小花帽，维吾尔语称斗巴，不仅选料精良，且工艺精堪，既是维吾尔人日常生活中的必备品，也是馈赠亲朋好友、贵客嘉宾的珍贵礼品。2010年，新疆大学和师范大学一起举办了第1届维吾尔国际花帽节。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强针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和同化，使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失去了庆祝民族节日的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武汉病毒造成全球疫情负有责任的中国没有故意制造病毒。特朗普接受《纽约报》采访时说，中国对武汉病毒造成全球疫情负有责任。我们从情报报告得知，在中国发生了不好的事情，我们要直面这一点。中国不是故意为之，但病毒始于武汉。在以前发表的声明中强调病毒源于一个实验室的特朗普，这次改口称病毒出自武汉，但不一定源于实验室，不应允许病毒扩散至全球。被问到双边矛盾升级是否考虑采取军事行动时，特朗普回复说，我不想讨论战争，这是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情。众所周知，我们与中国在数月前签署了贸易协议，在签署协议期间，两国关系十分乐观，但之后出现病毒疫情。一位伊拉克高级国会议员说，伊拉克将向俄罗斯购买远程地对空 S-300 或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以更新自己的国防基础设施，以防华盛顿不帮助巴格达获得现代化武器的情况。伊拉克议会安全与防卫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雷扎海德告诉伊拉克新闻社周二独家专访，伊拉克正在考虑从俄罗斯购买 S-300 或 S-400 系统，以确保其领空免受任何外国侵略。如果美国方面不提供现代化的防空武器，伊拉克将会购买这种系统。